第三周，禮拜二，撰稿人馮思如。馬太福音第9章9至17節。耶穌從那裏往前走，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，坐在稅關上，就對他說：你跟從我來。他就起來，跟從了耶穌。耶穌在屋裏坐席的時候，有好些稅吏和罪人來，與耶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賽人看見，就對耶穌的門徒說：你們的先生為什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飯呢？耶穌聽見，就說：康健的人用不着醫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經上說：我喜愛憐恤，不喜愛祭祀。這句話的意思，你們且去揣摩。我來，本不是召義人，乃是召罪人。那時，約翰的門徒來見耶穌說：我們和法利賽人常常禁食，你的門徒倒不禁食，這是為什麼呢？耶穌對他們說：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，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？但日子將到，新郎要離開他們，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。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，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，若是這樣，皮袋就裂開，酒漏出來，連皮袋也壞了。唯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，兩樣就都保存了。經文內容：經文記載，耶穌呼召身為稅吏嘅馬太去跟從佢，佢仲同其他稅吏同罪人一齊坐低食飯。嚴格遵守律法又自義嘅法利賽人，因為咁樣而睇唔過眼，問門徒：耶穌點解要同嗰啲罪人食飯呢？耶穌回答話：健康嘅人用不着醫生，有病嘅先至用得着。跟住再引用何西阿書6章6節，帶出上帝喜愛慈愛，唔喜愛祭物呢個道理。之後，約翰嘅門徒又質問耶穌：佢哋同法利賽人都成日禁食，點解耶穌同門徒倒唔禁食呢？耶穌就回應話：賓客同新郎喺埋一齊，喺咁喜慶嘅日子，又點可以禁食呢？最後，佢再用新舊布同埋新舊皮袋裝新酒嘅比喻作結。細思慢想，稅吏之所以被當成罪人，係因為佢哋為外邦嘅羅馬政府同埋希律王收稅。猶太人亦都預設佢哋會中飽私囊，所以認定佢哋係罪人。但係耶穌並冇因為佢哋嘅職業而排斥佢哋。經文提醒我哋，唔可以只係憑人嘅行為或者背景去排斥人。人只能夠見到其他人嘅不足，又或者只係因為其他人所做嘅同自己唔一樣，就會去批判、排斥對方。不過耶穌睇見人內心嘅需要，佢邀請馬太跟從佢，馬太就即刻跟隨。可能馬太本身都唔係咁中意自己份工，只係身不由己。當有機會嘅時候，佢仲係想改變嘅。然後約翰嘅門徒因為老師仲喺監獄，所以悶悶不樂，自然就成日禁食禱告，等約翰出獄。佢哋唔明白耶穌先至係應該期待嘅嗰位救主，所以耶穌話俾佢哋聽，主角已經同佢哋喺埋一齊，唔使禁食，亦都唔好學法利賽人咁樣，只係為咗做樣而去禁食。新舊布同埋新舊皮袋嘅比喻，就係要俾人知道，人如果唔撇棄舊我，唔放下猶太人舊有嘅教條，並且更新變化，係斷唔能夠接受耶穌基督呢個新嘅信仰。向上帝祈禱。
求上主幫助我哋，心意能夠常常更新而變化，唔以外在嘅條件去批判或者拒絕接納他人，而係睇見人心嘅需要，讓人都有機會認識上主。讓我哋可以擺脫舊我嘅限制，唔用外在嘅形式嚟規範自己或者人哋，明白內心嘅轉化比一切都更加重要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行出真道，細心睇下自己有冇喺不經意之間將自己同其他人嘅行為比較，以人嘅行為去批判人，忘記咗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願我哋成日察驗自己嘅內心，明白上主嘅旨意。反思問題：我哋有冇一啲未能改變嘅壞習慣，令到我哋冇辦法同主親近？我哋有冇好似法利賽人咁樣自以為義，唔接受救恩係白白給予所有人，任何人都有機會得到福音？